我戴住 earphone 都聽到，雖然唔係好大聲，而家聽清楚啲。哇！好勁喎你把聲，我睇下先唔好先真。佢冷氣真係好勁，馬拉啲冷氣真係唔係講笑，香港好易抗啊個喉嚨。我飲啖水先，俾少時間。好啦，正式同大家介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龍通。喂，真係我頭先咪話呢首我在三姐的遇上同基友其實有少少淵源，因為呢首歌係呢個家族榮耀嘅主人公，唔係站主人公，插歌我唔記得。咁就係啦，我哋家族榮耀喺 KL 拍嘅嘛，係。雖然嗰陣時我有啲肥嘅，啊？喂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唔怪之，原來你買晒飛嘅。多謝你，我都希望我再唱多20年，或者即係演多20年戲啦。希望係啦，希望大家都仲想睇，仲想聽。希望我仲唱繼續。咁真係好老實講，真係非常之多謝今日入場嘅每一位 KL 嘅觀眾啦。係啊，多謝你哋，衷心好感激你哋。因為我記得對上一次去即係過嚟 KL 做演唱會就已經係都若干年前。係啊，咁好開心今日仲可以得到大家嘅支持啦。喂，同埋真係 KL 呢個場咧，我第一次做嘅，我覺得正咯。我覺得以後即係我只要一開演唱會，我覺得即係應該翻入 KL 一次啦。係啊，真係好正，因為可以咁近距離啊。係即係大家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，係咯，可以可以企起身。明，因為而家慢歌啫，後面大把機會俾你玩自己張凳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唔知今日有幾多嚟睇我嘅觀眾朋友係第一次睇我演唱會啦，應該係即係搖嗰啲係哇咁多，唔係話全部都係第一次睇我演唱會嘅第一次。咁anyway。總之希望大家今晚咧係玩得開心，因為我演唱會咧其實係觀眾都攰嘅係啊，因為咧即係喐動嘅機會係比較多嘅都係啦，即係如果第一次嚟睇翻演唱會嘅朋友就希望唔介意，即係到時如果有啲比較熱烈啲嘅歌，你哋即係隨意企起身啦。如果唔係，我驚前面嘅觀眾可能會擋到你啦咁陣間就有機會嘅。講咁多，我真係好多嘢好想同 KL 嘅觀眾係會多啲係吹水咯，唔知點解。係咯唔係我真係可以企喺度同你吹足1個鐘喎，可以。係啊，咁但係又費事啦，即係冇理由個演唱會搞到4個鐘㗎，係咪先？即係突然間多個 talk show 好似唔好啱，係咪先？大家即係雖然聽日係星期日。咁我唔知呢度如果 overtime 使唔使賠錢都唔俾㗎啦，大佬。係啦，我其實之前有即係譬如頭先嗰首啦，係主題曲啦。其實我啱啱入行嘅時候，其實真係唱一啲先唱一啲主題曲啦，又先有機會做所謂嘅歌，即係歌手嘅身份都幾好開心。咁跟住嚟呢一首咧，都係有一個舊嘅一個電視劇嘅主題曲嚟嘅，叫《忘記相愛》，我哋做。